云：不见有无之心，即是常定。何有出入？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黄无对，良久，问曰：师父谁耶？策云：我师曹溪六祖。黄云：六祖以何为禅定？策云：我师所说，妙湛圆寂，体用如，五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，禅性无住，离住禅寂，禅性无生，离生禅相，心如虚空，亦无虚空之量。黄文士说：近来夜师。师问云：仁者何来？黄句数前缘。师云：诚如所言，汝但心如虚空，不得空见，应用无碍，动静无心，凡圣情妄，能所具名，性相如，无不定时也。一本无汝但以下35字。只云：师命其远来，遂垂开觉。黄于是大悟，20年所得心，都无影响。其业河北市述文空中有声云：黄禅师今日得道，皇后李慈，复归河北，开化四众。一僧问师云：黄梅一指，甚魔仁德？师云：会佛法仁德。僧云：和尚还得否？师云：我不会佛法。师一日欲着所受之衣，而无美权，因至寺后无理取，见山林郁茂，锐气盘旋，师振膝着地，拳应手而出，击以为持，乃跪膝换衣石上。忽有一僧来礼拜，云：方便是西蜀人，昨于南天竺国见达摩大师，主方便速往唐土，无传大家业正法掩藏，即僧家里见传6代，于韶州曹溪，汝去瞻礼，方便远来，愿见我师传来衣钵。师乃出世，次问上人公何事业？曰：善宿。师正色曰：汝是宿看，便往错。过数日，宿就真相，可高7寸，趋近其妙。师笑曰：如只解宿性，不解佛性。师书手摩方便顶，曰：永为人天福田。师仍以一筹之，便取一分为3，一批宿相，一自留，一用宗果义得中。是曰：后得此一，乃无出世，住持于此，重建殿宇。宋嘉8年，有僧为先，修殿绝地，得一如心，像在高泉寺，祈祷折应。有僧举卧轮禅师记曰：卧轮有伎俩，能断百思想，对境心不起，菩提日长。师闻之，曰：此即为明心地，若依而行之，是家系父。因是一计曰：慧能没伎俩，
不断摆思想，对境心竖起，菩提作魔常。六祖坛经宗报，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。漏读字误读字，破音字未变音字的字音，请先自行对照《大藏经》第2008经或六祖坛经先天解一书更正。等再版再更新之。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。公元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四祖比丘宗宝编顿见第80，祖师居曹溪宝林，神秀大师在京南玉泉寺，于是两宗圣化，人皆称南能北秀，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，而学者莫知宗去。师谓众曰：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，法即一众，见有持即，何名顿渐？法无顿渐，人有立顿，故名顿渐。然秀之徒众，往往讥南宗祖师，不识一字，有何所长？秀曰：他得无师之志，身悟上乘，无不如也。且无师无祖，亲传依法，岂徒然哉？无恨不能远去亲近，须受国恩。汝等诸人无志于此，可往曹溪三绝。一日，命门人至称曰：汝聪明多智，可为吾到曹溪听法。若有所闻，尽心记取，还为吾说。至诚禀命至曹溪，随众三庆，不言来处。时祖师告众曰：今有道法之人，潜在此会。至诚即出礼拜，具陈其事。师曰：汝从玉泉来，应是细作。对曰：不是。师曰：何得不是？对曰：未说即是。说了不是。师曰：汝师若未示众？对曰：常指挥大众，助心观静，常坐不卧。师曰：
住心观静，是病非禅，常坐居身，与理合意。听无忌曰：生来坐不卧，死去卧不坐，一具臭骨头，何为立功课？至诚再拜曰：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9年，不得弃物。今闻和尚一说，便弃本心。弟子生死事大，和尚大慈，更为教示。诗云：吾闻鲁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，未审鲁师说戒定慧行相如何？与吾说看。诚曰：秀大师说，诸恶莫作名为戒，诸善奉行名为慧，自净其意名为定。彼说如此，未审和尚以何法会人？师曰：吾若言有法与人，即为狂儒。但且随方解复，假名三昧，如鲁师所说戒定慧，实不可思议。吾所见戒定慧又别。至诚曰：戒定慧只合一众，如何更别？师曰：鲁师戒定慧皆大成人，吾戒定慧皆最上乘人，误解不同，见有迟疾。汝听吾说，与彼同否？吾所说法，不离自性，离体说法，名为相说。自性常迷，须知一切万法，皆从自性起用，是真戒定慧法。听无忌曰：心地无非自性戒，心地无失自性慧，心地无乱自性定，不增不减自金刚，身去身来本三昧。成闻记，毁谢，乃成一计曰：五蕴幻身，幻何究竟？回去真如，法还不净。师然之。复与成曰：汝师戒定慧，劝小根智人；无戒定慧，劝大根智人。若悟自性，亦不立菩提念，亦不立解脱之见。无一法可备，方能建立万法。若解此义，亦名佛身，亦名菩提念，亦名解脱之见。见性之人，立亦得，不立亦得，去来自由，无智无碍，应用随作，应语随答，普见化身，不离自性，即得自在神通，游戏三昧，是名见性。至诚在体师曰：如何是不立意？师曰：自性无非无痴无乱，念念盘惹关照，常离法相，自由自在，纵横尽得，有何可立？自性自悟，顿悟顿修，亦无见次，所以不立一切法。诸法既灭，有何次第？至诚礼拜，愿为之事，朝夕不懈。成吉州太和人也。僧智彻，江西人，本姓张，名行昌，少任侠，自南北分化。二宗主虽亡彼我，而徒屡敬起爱僧，使北宗门人
自立秀师为第六祖，而继祖师传一为天下闻。乃主行昌来赐师，师心通，欲知其事，即至今时两于座间。时夜幕，行昌入祖室，将欲加害，师叔敬救之。行昌挥刃者三，悉无所损。师曰：正见不邪，邪见不正。只负汝心，不负汝命。行昌经苦，久而方苏，求哀悔过，即愿出家。师遂与今言：汝且去，恐途众番害于汝。汝可他日一行而来，吾当摄受。行昌秉旨萧顿，后投僧出家，具戒精进。一日，一师之言，远来礼进。师曰：吾久念汝，汝来何晚？曰：昨蒙和尚赦罪，今虽出家苦行，终难报德。其为传法度生乎？弟子常览念经，为小常无常义。启和尚慈悲，略为解说。师曰：无常者，即佛性也；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。曰：和尚所说，大为经文。师曰：吾传佛心印，安敢违于佛经？曰：经说佛性是常，和尚却言无常。善恶之法乃至菩提心，皆是无常。和尚却言是常，此即相违，令学人转加疑惑。师曰：念经，吾悉听你无尽常读诵一遍，便未讲说。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，乃至未入，终无二说。曰：学人识良浅昧，愿和尚委屈开示。师曰：汝知否？佛性若常，更说十魔善恶诸法乃至穷劫，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，故无说无常。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。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，即物皆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，而真常性有不变之处，故无说常者。正是佛说真无常义。佛比为凡夫外道之于邪常，诸二乘人于常即无常，共成八道。故于涅了一教中，破彼天见，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境。汝今一言背义，以断灭无常，即确定此常，而错解佛之源妙最后威严。纵览千遍，有何所异？行昌忽然大悟，说偈曰：因守无常心，佛说有常性。不知方便者，由春迟时立。我今不知功，佛性而现前，非师相授与，我亦无所得。师曰：汝今彻也，以明智彻，彻理谢而退。有一童子，名神会，襄阳高氏子，年13，自玉泉来3里。师曰：知是远来艰辛，还将得本来否？
若有本则何执主？是说汉。会曰：以无助为本，见即是主。师曰：这沙弥征何取次语？会乃问曰：和尚坐禅，还见不见？师以柱杖打3下，云：吾打汝痛不痛？对曰：亦痛亦不痛。师曰：吾亦见亦不见。神会问：如何是亦见亦不见？师云：吾之所见，常见自心过谦，不见他人是非好恶，是以亦见亦不见。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？汝若不痛，同其木石；若痛，则同凡夫。即体会恨，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，痛不痛是生灭。汝自性且不见，敢耳弄人。神会礼拜悔谢。师又曰：汝若心迷不见，问善知识秘路；汝若心悟，即自见性，依法修行。汝自迷不见自心，却来问无见与不见。无见自知，岂待汝迷？汝若自见，亦不待无迷，何不自知自见？乃问无见与不见。神会在礼拜于拜，求谢过谦，扶琴给事，不离左右。一日，师告众曰：吾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，诸人还识否？神会出曰：是诸佛之本源。神会之佛性。师曰：向汝道无名无字，汝便唤作本源佛性。汝向去有把毛盖头，也只成各支解宗途。祖师灭后，汇入经络，大红曹溪顿交，者显踪迹，盛行于世。是谓赫泽禅师。师见诸宗难问，嫌起恶心，多即坐下，敏而谓曰：学道之人，一切善念恶念，应当尽除。无名可名，名于自性；无二之性，是名实性。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，言下便须自见。诸人闻说，总皆作礼，请示谓师。六祖坛经宗宝，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。漏读字误读字，破音字未变音字的字音，请先自行对照《大藏经》第2008经或六祖坛经先天解一书更正。等再版再更新之。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。公元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，四祖比丘宗宝编顿见地。
敬告十方大德，立即更正品名，宣诏第9神龙元年上元日，则天中宗诏云：朕请安修二师，宫中供养，万机之暇，每究一成。二师推让云：南方有能禅师，密授忍大师依法，传佛心印，可请笔问。今遣内侍薛简持诏迎请，愿师慈念，速复上京。师上表辞疾，院中临路。薛简曰：京城禅德皆云，欲得会道，必须坐禅习定。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，谓之有也。谓沈师所说法如何？师曰：道由心悟，岂在坐也？经云：若言如来若坐若卧，是行邪道。何故？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无生无灭，是如来清净禅。诸法空寂，是如来清净坐。究竟无证，岂况坐耶？简曰：弟子回京，主上必问，愿师慈悲，指示心要，传奏两公。及京城学道者，譬如一灯，燃百千灯，明者皆明，明明无尽。诗云：道无明暗，明暗是代谢之意。明明无尽，亦是有尽，相待立明。故净明经云：法无有彼，无相待故。简曰：明喻智慧，暗喻烦恼。修道之人，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，无始生死，凭何出离？诗曰：烦恼即是菩提，无二无别。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，此是二乘见解，阳路等机，上至大根，悉不如是。简曰：如何是大乘见解？诗曰：明与无明，凡夫见二，智者乐达。其性无二，无二之性，即是实性。实性者，处凡愚而不减，在贤圣而不增，住烦恼而不乱，居禅定而不寂，不断不长，不来不去，不在中间，及其内外，不生不灭，性相如，常住不迁，名之曰道。简曰：师说不生不灭，何以外道？师曰：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，将灭止生，以生显灭，灭犹不灭。生说不生，我说不生不灭者，本自无生，今亦不灭，所以不同外道。汝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恶，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沙。简蒙指教，豁然大悟，理辞规阙，表奏诗语。其年9月3日，有诏讲谕诗曰：诗词老疾，为朕修道，国之福田。诗若敬明，托己题耶？阐扬大乘，传诸佛心，
谈不二法。削减传师只受如来之见，振积善于庆，肃重善根，直师出世，顿悟上乘，感贺师恩，顶戴无异，并奉摩那袈裟及水晶钵，敕韶州刺史修士赐予，赐师就居为国恩寺。六祖坛经宗报，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。漏读字、误读字、破音字、未变音字的字音，请先自行对照《大藏经》第2008经或六祖坛经先天解一书更正。等再版再更新之。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。公元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，四祖比丘宗宝编副主第10师一日幻门人法海至诚法达神会至常至通至彻至道法真法如等。曰：汝等不同于人，无灭度后，各为一方师。吾今教汝说法，不知本宗。先须举3科法门，动用36对，出没即离两边，说一切法，莫离自性。忽有人问如法，出与尽双，皆取对法，来去相因，究竟二法尽除，更无去处。3科法门者，因界入也，因是五因，色受想行识是也，入是12入，外6尘色声香味触法，内6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，界是18界，6尘6门60是也。自性能含万法，名含藏识。若起思量，即是转识，生60，出6门，见6尘。如是18界，皆从自性起用。自性若邪，起18邪；自性若正，起18正。若恶用即众生用，善用即佛用。用由何等？由自性有。对法，外境，无情无对，天与地对，日与月对，明与暗对，阴与阳对，水与火对，此是五对也。法相与言12对，语与法对，有与无对，有色与无色对，有香与无香对，有漏与无漏对，色与空对，动与静对，清与浊对，凡与圣对，僧与俗对，老与少对，大与小对，此是12对也。
自性体用19对，长与短对，邪与正对，痴与慧对，愚与智对，乱与定对，词与都对，戒与非对，直与曲对，实与虚对，显与平对，烦恼与菩提对，常与无常对，悲与害对，喜与对，舍与天对，进与退对，生与灭对，法身与色身对，化身与报身对，此是19对也。师言：此36对法，若解用，即道贯一切经法，出入即离两边，自性动用，供人言语，外于相离相，内于空离空。若全着相，即常邪见；若全直空，即常无明。直空之人有谤经，直言不用文字，即云不用文字，人亦不可语言，直此语言，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，直道不立文字，即此不立两字，亦是文字。见人所说，便即谤他言着文字。汝等须知自迷游客，又谤佛经，不要谤经，罪障无数。若着相于外，而作法求真，或广立道场，说有无之过患，如是之人，类别不得见性，但听依法修行，又莫百物不思，而于道性至爱。若听说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，但依法修行，无助相法师。汝等若悟，依此说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作，即不知本宗。若有人问汝意，问有将无对，问无将有对，问凡以圣对，问圣以凡对，二道相因，生中道义。如一问一对，余问一依此作，即不知理也。设有人问，何名为暗？答云：明是因，暗是缘。明没即暗，以明显暗，以暗显明，来去相因，成中道义。余问悉皆如此。汝等于后传法，依此转相教授，勿知宗旨。师于太极元年壬子，延和7月，是年5月改延和，8月玄宗即位，方改元先天。次年岁改开元。他本作先天者非，命门人往新周国恩寺建塔，仍令卒工。次年夏末落成。7月1日，即徒众曰：吾至8月，欲离世间，汝等有疑，早须相问，为汝破疑，令汝迷尽。吾若去后，无人教汝。法海等闻，悉皆涕泣，唯有神会，神情不动，亦无涕泣。诗云：神会小知，却得善不善等，毁誉不动，哀乐不生，愚者不得。数年山中，静修河道，汝今悲泣，为忧阿谁？
若忧无不知去处，无自知去处。吾若不知去处，终不欲报于汝。汝等悲泣，盖谓不知无去处。若知无去处，即不可悲泣。法性本无生灭去来。汝等今坐，吾与汝说一偈，名曰真假动静偈。汝等诵取此偈，与吾一同，依此修行，不知宗旨。众僧作礼，请师说偈。偈曰：一切无有真，不以见于真。若见于真者，是见尽非真。若能自有真，离假即心真。自心不离假，无真何处真？有情即解动，无情即不动。若修不动情，同无情不动。若觅真不动，动上有不动，不动是不动。无情无佛众，能善分别相。第一义不动，但作如此见，即是真如用。报诸学道人，努力须用意，莫于大乘门，却执生死志。若言下相应，即共论佛义；若实不相应，合掌令欢喜。此宗本无正，正即知道义，执逆正法门，自性入生死。十徒众闻说偈已，普皆作礼，并体师意，个个摄心，依法修行，更不敢正。乃知大师不久住世，法海上坐，在